为庆祝儿童节，台南市南区公所伫每年儿童节进前，拢会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今年结合在地卡罗幼儿园，伫个园区内举办穿越时光童玩的嘉年华，透过小朋友活力的带动唱，为活动来揭开序幕。转转恰恰，转转恰恰，奇怪而不奇怪，今年的活动以着50-60年代复古为主题，将旋转木马、套圈圈、甲伫弹珠台顶7套物仔拢搬到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区长、议员以及这位里长拢到场参与，场面热烈。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让小朋友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儿童节。我们思考有4个主轴，第一个就是陪伴、快乐、文化跟传承。所以今天都行复古的味道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陪伴你的小朋友、你的小孩，跟他们一起快过一个属于他们的节庆，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回味。今年特别跟我们卡罗、跟我们郭董来做一个结合，那希望在儿童节前夕办理这样子穿越时空的一个童年派对，让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我们家长一起跟着我们的小宝贝穿越时空，回忆一下我们过去以往的童年非常感谢我们卡罗郭董就是在基础教育里面办得非常的好，受到很多家长甚至公部门的一个认同啊。未来我们一样共同就是提供一个非常优质的学习环境，一起努力给我们这位小朋友，用着祝福的心，祝我们在座所有的家长一切幸福。那我们更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一切都能够顺利，就像今天一样那么快乐。另外，公所还结合原理万年文史推广学会，将煮碰糖、甲伫棉花糖等设备嘛刷到现场，互小朋友来体验。甚至连家长甲伫区长嘛拢亲自来煮碰糖。现场还佫有坐牛车、饲牛食草顶，以及无共大小的布袋戏翁仔介绍甲伫互动。现场欢乐声不断，互大人甲小朋友提前欢度欢乐的儿童假期。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